每日聖言分享。常年期第5週星期3，恭讀聖馬爾谷福音。那時候，耶穌叫群眾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且要明白，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內的能污穢人，而是從人裡面出來的才污穢人。凡有意聽的，聽吧。耶穌離開群眾，回到家裡，他的門徒便問他這比喻的意義。耶穌就給他們說：怎麼，連你們也不明白嗎？你們不曉得，凡從外邊進入人內的，不能使人污穢，因為進不到他的心，但到他的肚腹內，再排泄到廁所裡去嗎？他這是說，一切食物都是潔淨的。耶穌又說：凡從人裡面出來的，那才使人污穢，因為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是些惡念、邪淫、盜竊、兇殺、奸淫、貪論、毒辣、詭詐、放蕩、嫉妒、毀謗、驕傲、愚妄。這一切惡事都是從內裡出來的，並且使人污穢。上主的話。各位教友大家好，今日嘅福音繼續尋日關於潔淨同埋不潔嘅話題。耶穌指出，使人污穢不潔嘅並唔係來自食物，亦都唔係洗手沐浴呢一啲習慣，而係從人心裏邊嘅邪惡出嚟嘅。喺呢度，耶穌提出咗一個清單：惡念、邪淫、盜竊、兇殺、奸淫、貪論、毒辣、詭詐、放蕩、嫉妒、毀謗、驕傲、愚妄。我哋一聽到呢一個清單，第一時間我哋會諗，我哋當然希望其他人唔會咁樣對待我哋，我哋亦都會覺得我哋一定唔會咁樣對待其他人。當我哋每個人諗一諗自己原來都有原罪嘅後遺症，會受到自己嘅私慾偏情影響，再加上好多時候魔鬼喺我哋旁邊努力慫恿誘惑我哋，原來我哋檢查一下自己嘅生活，我哋如果唔加以警惕，唔努力反抗，就會首先喺一啲小事上跌倒。例如話，我哋有時會有一啲小貪心，講下人哋是非，起初都會覺得有啲尷尬，內心有啲過唔去，後嚟就變得麻木啦。又或者我哋冇諗過，好多人喺啲社交媒體發佈嘅嗰啲照片內容，其實都係為咗貪圖虛榮，等人哋讚美。我哋自己睇多咗，可能亦都會無形中追求呢一啲世俗嘅虛幻價值，更加浪費時間。又有啲人以美麗嘅謊言去包裝自己嘅私心，掩飾自己嘅缺失。喺網絡資訊上面，又有啲人睇一啲唔正經、唔端莊嘅衣着同埋行為等等，使自己沉溺喺一種不潔嘅氛圍當中。慢慢呢一啲慾望變得越嚟越強，我哋就難以控制得住，陷於大罪，遠離天主。天主既然係完美嘅，我哋如果想更加愛天主，同天主更加靠近，我哋就要努力接受培育同埋淨化嘅工作。咁具體嚟講，我哋要做啲乜嘢呢？培育方面，我哋要揾機會深化自己對於教理同埋靈修嘅認識。淨化方面，我哋必須要捨棄我哋嘅感覺同埋心靈對於卑下嘅事物或者各樣舒適享受嘅追求，亦都要煉淨我哋靈魂唔合理嘅慾望，而以信望愛德作為我哋生活嘅嚮導。今日係2月11號，係露德聖母嘅紀念，亦都係世界病人日。我哋亦都不忘聖母喺世界多次嘅顯現裏邊，都係以慈母心去呼籲我哋呢一啲子女要悔改，要歸向天主做補贖。佢嘅呼籲其實就係為咗希望我哋有潔淨嘅身心靈，
不為世俗嘅歪風同埋罪惡所玷污。新年就快到啦，我建議大家送2件禮物俾自己。第一件禮物就係靈魂做一個大掃除，即係好好咁樣妥善辦一次告解，先揾一個仔細詳盡嘅省察參考資料，然後逐一反省自己。如果發現思言行為上有過錯或者疏忽應該要做嘅善事，咁我哋一一寫落嚟，盡快揾機會辦告解。當靈魂除去咗罪污嘅重擔之後，我哋會發現內心會得到一份深深嘅平安同埋喜樂。第二份禮物就係讓生命充滿天主聖神生命嘅氣息，讓恩寵同埋聖言喺我哋之內扎根，讓每日嘅生活可能抽15分鐘喺瞓覺之前同天主交心。我哋並唔係交功課、例行公事，唔趕時間。咁樣我哋會喺祈禱當中慢慢發現天主對我哋每日嘅祝福。當我哋嘅心唔再空洞，而係充滿美善感恩嘅時候，我哋就更加能夠容易擺脫罪惡嘅控制。好多人生活唔開心，係因為佢哋並冇發現自己係被天主所愛，係蒙受天主恩寵嘅人，所以唔識得感恩，唔識得喜樂。希望大家俾自己呢一個機會，你會體會到生命嘅轉變。聖母瑪利亞係世界上唯一無染原罪嘅人，充滿住聖德嘅芬芳。佢比我哋對罪惡嘅醜陋更加敏銳，更加明白。佢企喺十字架下，親眼望到佢嘅聖子為我哋人類所付出嘅代價，我哋嘅罪過所帶嚟嘅後果係幾咁嚴重。佢係我哋眾生嘅母親，我哋請求佢幫助我哋遠離罪過，喺新一年成為一個身心潔淨嘅天主子女。主佑大家。